最近的立法院是吵吵闹闹，这国民党的立委就提案讲，针对破坏麦克甲摔椅啊、攻击院长的行为，这拢要列做违法。那物件用歹去就爱赔，有民进党立委就提出讲，国民党唔通死到家己就做袂到。另外，这赖总统嘛招民进党的立委来到官舍来航吧，针对这立法院新会期法案来交换意见。 斗阵加多啊，杀到一个卖具也讲歹去，立法院调也冲突不断，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，加破坏卖具门锁，也有攻击，加立法院长滚起来列入违法的行为，并且要求赔偿公务损害金额。 去年的2个会期，民进党好像跟立法院的门有仇、窗有仇、麦克风有仇、设备有仇。我特别提案修法。国民党之前破坏国父遗照，在国会议场内丢猪肉、内脏等，都是违法的行为。不要自己定的规定，自己又做不到哦。 立法院新会期要伫2月开议，赖香伶的出任民众党团正式会执行长，也恢复党团新会制度。国民党团是讲会以民生法案为优先，包含灯照保险法、刑事污民普发现金，也有刑劳工固定假日这拢会列做优先的法案。 明天国民党智库以及国民党党团会来召开会议，一起针对这个会期我们要推出的优先法案做意见的交换。 也来开议进前，总统赖清德也调一民进党立委23到官舍烘肉食饭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参加，那讨论民生经济国安这优先的法案。立委更加转达赖总统反腐攻击，应该爱本有初心。也来烘肉的经费是赖总统家己出的，会中并无讲到罢免的议题。 他没有提到罢免的议题，我们反而是非常严肃的看待新开展的会期，所以我们对于国会的运作比较多的探讨。 因为助理会案件百万交保的立委林大华，唔拿大说食饭，大家翕相相片，也发文鼓舞高扬，强调大家互相交流加油。但听会时破边也是来台北参加，并且大说甲赖清德翕相的相片，强调会甲赖总统徛斗阵，捍卫人民的未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